嗱，之後故事咧，大家都聽講過㗎啦。2026年啊 U23亞洲杯，李浩咧場場正選，6場比賽啊全部踢滿，一共咧完成咗33次嘅有效撲救，咁係成個賽事入面啊撲救次數最多嘅門將，咁直接咧幫中國隊咧闖入咗決賽。嗱，雖然啊最終咧淨係攞到咗亞軍，但已經係中國隊咧喺呢項賽事入邊咧歷史上最好嘅成績，可以大膽咁講啊！冇李浩咧，呢支中國隊咧真係入唔到決賽㗎。嗱，雖然今屆亞洲杯咧，李浩同最佳門將嘅獎項咧擦身而過，的確係有啲可惜。不過老實講啊，如果呢個獎咧最後頒俾佢咧，我覺得咧佢一樣係受之無愧。不過讚美之外咧，我覺得咧都係要冷靜咁面對現實。咁喺成個賽事入邊啊，其實咧都見到李浩咧仍然存在一啲客觀嘅差距。首先咧，佢嘅身高嚟講啊，喺門將入邊咧，只係算係中規中矩，唔算係特別有優勢。而最關鍵嘅係啊，佢而家嘅身材咧，仲係比較瘦削啊。咁喺亞洲嘅賽場入邊咧，憑借反應啊、判斷同埋穩定性咧，佢可能仲頂得住。但如果真係進一步去到歐洲，面對力量更大、對抗更強、身材咧更高大嘅對手咧，呢個短板咧，好容易咧就被無限放大㗎啦。嗱，咁 U23亞洲杯之後咧，李浩咧受到咗更多嘅關注。咁有傳聞咧話佢會再次留洋，咁又話車路士咧睇中咗佢。但係咧，我覺得呢啲聽下就算啦。2026年咧，佢應該會繼續留喺中超。現實啲嚟睇啊，其實都相當合理，因為嚴格嚟講，佢先至踢咗1年完整嘅職業聯賽，完全咧可以喺本土聯賽裏邊咧練多1年，先至再思考留洋問題都未遲。順便啊，可以趁呢段時間將自己練得大隻啲。我係電視君，我哋下集見。